来看中油的桃园炼油厂两个公务车的驾驶因为是外包的，甲在野的驾驶比起来，待遇是差真侪，影响立委定情。也毋过包厢说讲因的标案已经结束了，所以爱因去其他的县市工作，因只好离职。因是讲中油若是无要来处理，因就会去抗议。也毋过中油是讲包厢这是因的头家，应该爱去找包厢沟通才对。中油桃园炼油厂两个外包厂商的员工，在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陪同之下，出面开记者会，控诉中油长期甲业务外包。不过承包商却是无落实特许年资合并计算的条款。就算2019年中油去互监察院纠正了后，各单位按指示照办，都桃园炼油厂掠外。不止里面对我产生一种不公，及我付出的这些服务的年资也没了，所以针对厂商。针对中油，我也反映了，反映无效，就是用承揽合约的方式，就把契约终止的时候，就连同我们争取特休的方式，去把我们解雇掉，这样。中油桃园炼油厂的员工控诉讲，因一个伫中油服务21年，一个服务7年，煞干那有3天的特休假，找立委定情了后，煞哪像去互算数。除了去互中油的管理人员错干6交以外，承包商佫讲，桃园炼油厂的标案结束，爱因两个人调去台南做工课。落尾员工不满职务的调动，怎安尼辞职？因呼吁中油公司应该爱随甲因请，若无为8月初1开始，会去中油大楼静坐抗议。明明就是他们的常态性业务，明明就是中油营运所必须的人力，但是他把它委外掉了。这种常态性但是被委外的人力，中油应该有一个计划把他们收回，直接雇佣。他们本身有任何的主张，应该是跟他们的雇主来进行。中油基本上就是包含整个制度的设计还有一些劳务合约的一些执行，都是依照契约执行。中油回应讲，因为中油并不是外包商员工的头家，应该爱由外包商甲劳工双方好好来协商，才会当解决劳资的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